眼泪是上天赐给女人的武器，你可以用它来打动江一成。各位，看来我们都对小鹿可能的离开表示可惜。那我们用不用想个辙，让江总？怎么着？老地方，楼梯间。哎，走走。F4+1。竞争对手，这次的数据结构做得不错。这次呢都是陆离做的，这小姑娘业务扎实，脑子灵活，最可贵的是，真是小瞧你了，现代社会能干出这种事儿，你以为你是祝英台啊？哎，话没说完呢，干什么去？帮陈总还书啊？果然是为了接近陈一鸣啊！没有人能逃过我的眼睛。怪不得你追不到陈总。你，东东不要生气，不要生气。说吧，多少钱你才肯离开公司？不用你破费了，江总让我过几天就离职。不愧是我哥，没对你公开处刑，已经对你很仁慈了。我警告你啊，从今天起给我离陈一鸣10米远，别让我抓到。尝尝我新换的咖啡豆，无事献殷勤。放心，不奸也不盗，就想留个人而已。咖啡可以留下，人不行。我不想因为你私人原因毁掉别人的梦想。是他欺骗我在先，跟我有什么关系啊？是吗？那如果陆离走了，是不是可以替补一个其他的女程序员？你什么情况？你怎么对女程序员这么热衷啊？我只是希望从陆离开始，能让你不再钻牛角尖。OK， 其他女程序员可以，她不行。为什么呀？哎，你会为了想进一家公司就男扮女装吗？不会吧，正常人都不会，除非他有什么不可告人的秘密。